阿伯拉罕对迄边向南地迁去，寄居伫加低斯甲苏尼中间的基拉尼。阿伯拉罕称伊的某撒拉为小妹。基拉尼王阿比米勒西人甲撒拉摕了去，但夜间上帝来伫梦中对阿比米勒讲：“你是一个死人吗？因为你娶了迄个女人来，伊原是别人的牵手。”阿比米勒却也未亲近撒拉，伊讲：“主啊，连有义的国，你嘛要毁灭吗？迄个人敢毋是家己对我讲，伊是我的小妹吗？就是女人也家己讲，伊是我的哥哥。我做这事是心正手结的。”上帝伫梦中对伊讲：“我知影你做这个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无阻挡了你，免得你得罪了我，所以我无用你目着伊。即马你甲这个人牵手，归向伊，因为伊是先知，伊也要为你祈祷，互你存活。你若无归向伊，你当知影，你甲你所有的人拢必爱死。”阿比米勒透早起来，调了众神仆来，将这个事拢讲互因听，因拢甚惧怕。阿比米勒调了阿伯拉罕来，对伊讲：“你安怎向我安尼行呢？我伫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？你既然互我国的人陷伫大罪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。”阿比米勒阁对阿伯拉罕讲：“你见了什么，才做这个事呢？”阿伯拉罕讲：“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无惧怕上帝，必为我牵手的缘故待我，而且伊嘛实在是我的小妹，伊甲我是同爸异母，后来做了我的牵手。当上帝叫我离开父家，漂流伫外的时阵，我对伊讲：我无论行到什么地方，你会当对人讲，伊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。”阿比米勒甲牛羊牧比赐予阿伯拉罕，阁甲伊的牵手撒拉归向伊。阿比米勒阁讲：“看，我的地拢伫你面前，你会当随意期待。”阁对伊撒拉讲：“我予恁哥哥1000银两，作为你伫合家人面前惹见笑的见笑，就伫众人面前无有不是了。”阿伯拉罕祈祷上帝，上帝就医好了阿比米勒甲伊的牵手，并伊的众女仆，因便会生育。因为耶和华为阿伯拉罕的牵手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予阿比米勒家中的妇人未会生育。